今日嚟到尖沙咀就介紹後面呢間道邊屋食巴前嘅壽司刺身。我哋今日就嗌咗個刺身拼盤，都係冬天比較當造嘅食材。成個拼盤由淡味開始食起。順帶一提，成個擺盤都好靚，而且呢度有一個最流行嘅食法，就係用一個鹽磚去搽少少檸檬，跟住就點啲 sashimi 上去就可以食得啦。この岩塩板、よくコメントをいただくのですが、白身の刺身を岩塩板につけると塩加減が絶妙に移る。喺香港想試下用呢個鹽磚做一個 sashimi 嘅食法，就可以嚟呢間道邊屋。當然傳統點 wasabi 醬油嘅一樣冇問題。話住食唔記得講下個拼盤有啲乜嘢：深海池魚、神戶牛肉、大拖羅、黑賴油甘魚、鮑魚赤貝、北海道帆立貝等。大家可以放心，呢個鹽磚係用一次嘅，所以你都可以攞走嘅。牛肉刺身大家敢唔敢食？留言同我分享下。最後食咗一個非常邪惡嘅當飯，當然好美味啦。聽到大家就會知道，中間有隻蝦，跟住有一個海膽，跟住一邊就係三文魚魚子，另外一邊就係魚子。大家都可以幻想到個味道係幾咁澎湃。最後食多3件油脂比較高嘅壽司，主要係用鹽燒逼走佢哋啲油。食飽飽啦，喺尖沙咀可以食到靚靚嘅壽司，就介紹嚟呢間啦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介紹，拜拜。